上海评弹团的弹词名家赵开生、石文磊编演的长篇弹词《青春之歌》，一直得到老首长的高度关注。他听演出、提想法、记资料，还亲自派人陪他们访问清华、北大和小说作者杨沫，鼓励演员边说边改。他还说：“你们改一遍，我就听一遍。”今天，他和著名评弹演员盛小云合作，说一回《青春之歌》的选回借代，以享听众，表达对老首长的感激怀念之情。好，下面掌声有请。沈云老首长的《青春之歌》呢，的确花费了很多心血，所以当时我到上面来个演出根据老首长修改的精神，所以得到了很好的效果。那么现在呢，发现出呢，时代的变化呀，观念各方面要求想法侪两样。你比方说从前嘛，大家晓得个经济节约，现在呢，希望呢吃喝玩乐要为消费，实际上嘛可以搞活经济还是观念两样。非说不样嘛，所以这件衣裳嘛这。像现在个种体育姑娘出来嘛，从一件衬衫，冷天嘛上水子风，倘若风不大，太阳得蛮热，都水子。现在些姑娘衬衫不扎个人三只后马甲人而且后马甲要短，后头要露出背脊骨，门前露出大前眼，叫露脐装，内衣外穿，花头巾叫多拉。还是两样。再讲嘛，听众当中还辣变化，听什么西面，看什么西面，听歌么歌面，这个一些歌面再深入里向也变了两样。这从前堂上每一个演员相逢不幸，要交个朋友，顶多嘛开张部照片，这现在两样。有几种个性，每一个是这两三姑娘正昨日一夜天不困，等了宾馆门口的等绿豆要出来，那么没办法，绿豆子到外头咯，到外头我红了是签名，签名没有布置的布置不纸头不有，我就兜后三位亮起来，侬签了个搭。那么我欢喜都是样签了个搭子嘛，你活跃你个嘛，活跃辰光哪呢？那你这个市面的啦，听众啦，两样的，顶多大家交流一下。不过最近呢，我碰到一个，我最刚刚回出来，拉了宾馆门口的看见嘛，40岁一个女士，打扮的花枝招展，像蝴蝶能盖子，砰砰砰扑过来，啥啦啥当签个名。跟我讲签了啥地方，脸上脸起来，签了个大，现在我们心上吃字。那么唯一的啥地方是青春之歌呢？年龄两样。以前我到上面来平常当时青春之歌嘛，你24岁，我24岁，正在青春。现在我70岁，再以青春之歌嘛，我青春已过个人那么因为几年了，随着8年待人，那么大家商量下来嘛，一定要弄青春之歌，再要奉献给观众一次。那我们去请得来个青春飞过的朋友，不是？小小来听卡了，小小。哎呀，40吧。啊，40啊。到来听众上有分口气，讲不我讲。那么既然你提醒40嘛，就40人。是因为了在家的。市里向主角叫林大人，18岁，高中毕业，
这一个真的是待我容易，这对俘虏你同意到各大学生御用人结为夫妇，这个御用人10年以上，个春风得意。谁来了北京大学附近啊，租了一处公寓，这个公寓呢，不像你上海那种西式的高楼大厦，你不是的，北京式的平房40有，其实一通街，当中啊里向侬门里一拉，一分为2，里向50书房，外是7万为客，地方不大，两方头布置的亚待大方。今朝大年呀，小夫妻第一次过年过春节，总要有点这个气氛咯。病里向插满腊梅花，门口头摆满个芝麻旗，为什么不放于3种风俗习惯？新年里向人来看望，芝麻旗上打得一塞一下，他个口菜，这叫财岁。御用人今朝是兴致特别高，领2名金将拔来的兴冲冲忙进屋里吧。打进房间，房门打一打上，对围出来一看，哟，菜豆不剩3世纪。当中啊里向一只小油台，小油台上向一张头锅，几只小菜，热气腾腾，香喷喷。那小油台的附近啊，有只火盆，烧得砰砰响，上头3层龙架，蒸的馒头，蒸的饭。2瓶酒旁边一放，对上马子一头，对经理浴巾一吹，推一推，马上旁边顶上扎一扎。哎呀，走来这些路啊，那人不可见哦。那里向一个大人，大人，今这个领大人忙得了不一路，因为过年，而且御用的是要请一个大客人来吃年夜饭，所以忙得现在刚正时期。哈子不米狮子个头，衣裳才分来得的话，外头已经那孩子，打外头。呀，永泽，你回来啦！今朝大年呀，买的么是真不容易呀！这2瓶酒，我能抢上抢得来。瞧你呀，这么高兴！哎，今晚上请谁呀？所谓让第一类的红客，新木子李家李国英。你是55博士得了个授税，幸福的必须。你答应侬我论文要加入博士上。要是我博士能够欣赏我文采，报纸上碰一碰，我打敲大门，这个问题解决了。本来提起职业们，勾起大人的心事。想想自家苦出衙门的辰光，还是用心不拔，想过一番大事业。但是我得吃旁边，但现在辰光，让屋里向石头帮里沙沙打打，也没擦擦了笑笑。唉，是啊，你是大学生，多好啊！现在有书念，将来有事干。可是我呢，整天在家里头烧饭洗衣服，伺候你。大人，我好还等于你好嘛？我一举成名来，跟这个名扬天下。大家来成功所谓上要在那时要在太太成功名利那是名利的夫人，大个辰光生活质量好好加提高。我当然搬进顶漂亮的洋房，进出顶新式的汽车。我第一个牛房只要拿来领导人打扮得漂漂亮亮，来头上头发一烫一烫，手上像丝绒旗吧握一握，脚上像高跟皮抓一抓，当然水3岁在外头。大家看见是啥人不羡慕，啥人不眼热，但可是辰光大人，我现在来真幸福啊！永泽，难道人生的意义就是旗袍加皮鞋吗？我们刚子一里抽，想使得你高兴，我这里个两三是弄得我伤心。正了这个当口，门上像声音来。哎，永泽，哎，客人来了吧？我去开门。哎，你哪是样的声音？你说了几百分我那个雨声都要分挪的，把出去把头看人刚一分里面来，到底去，眼睛努力贴到里向一个，接松一松，雨声都搞下来，嘚就旁边一倒，几百来不及屋子哇，天一一听啪啪清爽，看见台上一朵红丝绒花，年初一打开，今朝再啪啪用上，往这里胸口里一插，天里头发再搂一搂，哎呀，这样一打扮。真漂亮啊，真大方啊！大人，你手上别动，我到那里去玩卡。等你的家人要叫人的辰光，哈，我脸子一亮，你打到外头，
老雷雨风的，哈，你别动啊，别动，别动，这趴着那家里别动，自家对应的路出来，经过罗子这一进，我对发路一路，衣裳领队一听，一头一开声，一面孔高兴过来，我门拉一拉开，车子三里，我面门里亮起来，对外头一口一眼，做啥？风雪之中，门口的立下一个60人啊和来了，满面追问，面往几岁？对了，铺酒嘛，身上铺面啊，腰里一根插人，肩膀上下一只大梨。对你妈妈，还是我今朝忙子一日天了等着个来啊！来人啥呢？给来了叫为了才是屋里向第五。今朝东当厅西门新到此地来，看见开出门来不是不人，是余家大小呀，余用什么里心定义的？现在听见的人们，男性啥人里一等？大少爷，我是找你来了，我是你家乡的魏老三呐。对你妈妈看人谁来，你等了这个大做啥人？哥们来了做啥人？里向的领导人一听嘛，不对着玩，不像大看人来玩。真正李国英来，阿会到门里，你来做啥？啥人家？大大外头对门口一口门，只看见山头里立下一个来了，昨日冻得了浑身湿对。啥人家？永泽，他是谁呀？好，是杨庄老刘，是让你对门回来噻。哦，回来噻，这个名字并不马上，因为听于永泽讲起个个，些辰光永泽实在皮，不像后台这个辰光不当时一挖大红的，不是用一句门升下去，幸亏的回来噻，努力举子起来。于永泽么，我咋一点名回来噻，嗓子一场病。但是永泽有良心讲，经常去毛病13大板。现在我为想，这样一来，我谁知懂的，一定要狠狠的写进来。哦，谁是例外？哎呀，那娘人家离了谁头里向呢？哟，原来是三大伯呀！外边来，里边坐啊。好，我的菜单里向后门边浪上摆一张凳子来，您坐这儿啊。来，身体手定，我健康了，在铺单里挪来，凳子旁边一放。喝杯热茶吧，暖暖身子。谢谢了，谢谢。这个摊位得起个，外头是冰天雪地，里向了温暖时春。后门旁边挪一杯热茶，哈子2口，浑身活络不是。刚吃的分享着，现在的里想着，哎呀，都是要用着一家的了薄饼读书嘛，那房间里都有个姑娘，啥等样人？来拿着杯子旁边手机上放一放，对外出来带你看一看。一看嘛，认得过。哎呀，我当是谁？原来是杨庄小学教书的林老师啊！您认识我？认识，我家那个小孙子就是那个魏小狗子啊，就在您手下读书的啊。是吗？回来老跟我说林老师好，林老师好，这小子到现在还一直念叨着您的好呢。那您的小孙子现在还在念书吗？怎么了？连饭都吃不上，还念什么书？这多可惜呀！于用的对领导人妈妈那个人那上领不清的，李国英都不看见毛子一摸，马上写上门，跟来了手上哎呀单位去。那么你看见来了手上偏心里一窝是不就上100的，这个太委不起啊！今朝清大不容易啊！对不啦？想办法，当法理弄事。
想得个的，我们打一打上，人围过来看里头两家头，我头头音嘛也就唱上去。三大爸，今朝啥个日子？大年30呀，把人家在那屋里向吃顿豆油饭，来出来说啥啊？啦，不里闷的，来出来做啥嘛？心一人难过。是啊，啥人不想今朝大年30呀，那屋里向吃顿豆油饭，过个太平年。但是你穷人，不个地福气。我今朝真叫寻到此地来，要是幸福上来用人，我看上去东山我杀了半路了。现在我们守了后门旁边，屋里向几后叫不嗷嗷待哺，等我回出去大一点的动地，过一个穷人。本来闷气，眼里非常绿的是。大少爷，家乡发大水啊！这老天爷他不睁眼呐，大少爷，此恨苍天。不理穷，我谁辛苦呢？也送庄稼人配的水神哈啊，那句3年海2年送进去，预备他水冲1年。新郎又落了空，真是恶女披着李亚雨，下几首虚女。这顶对风去撞钉，去了我儿去，我知道父子今生终难相逢，想不到他保平安机会，信一封来一封信，信上写得蛮清爽，说部队指责了上心地切，屋里想放心，都这样我哪放心的了？地里不随人来呀，怕人别走。老高想一切一场毛病，一病不起，小身子我的了，比巴国的。我虽然儿子发过一封信，我想来想去，有的等屋里向我杀，我还是出去寻寻儿子，还有啥想一个办法。但是出门也有半路啊，穷乡邻帮忙，吹吹不出，到伤心地，那支部队开把风一
深海茫茫，佛路走，我归去路悠悠，根基难于空，这风雨大，岁月梦，将我神迹难以飞，家中将我使我走，家中大少爷，我是回不了家了呀！听得边浪下的林大人眼里在落下来着。哎呀，想今这三大把银块的人大该打，正所谓天无绝人之路啊！别个你晓得的，于勇这个人心地善良，你肯定会得帮忙。所以回过头来对勇人妈妈，因人说三大把作业，你才会都不的啊！于勇是气得享福了。今朝啥日子？大年三十呀，快打我门上来，冲我面对啊！这个闲话也难听啊！少几啥牙鼻子，那总之你地方干做个，啥娘出来规矩啊？不过再讲，今朝不是他的平台的辰光，要打发你动身。不过面对干得出个，我今朝分哪位两同弟呢？你回吧，谢大爸。其实你到部队去寻找子儿子五父兄弟们，还不能解决啥问题了。再说呢，一家头等了吃的薄饼没意思了，辰光还早了，我以后做好为养伤。你来看我们当然我回娘来控制睡了回去了，你放心，这里水深到袋袋里挖至半日天，吹出来1块洋钿。三大爸。给他1块的吹一吹，马上骗子回去吧！啊，十五忙正虚里，一什么了？我说这个1块的叫地下加费。照理来说，你帮我同的，我不能张多一声。但是我脑子里这个1块的结果呢，回转去半日都不够嘛，一家门肚皮还空了海，只好拉面皮。大少爷。您知道我这北平是没亲没眷的，我家里几天揭不开锅了，大少爷，您再行个好，大少爷。那么用着咱面孔一摆，对你妈妈打个中人了，发都得打个，唔啥都不对个，得寸进差，还会咱来讲清爽。三大爸，搿冬天是我不来，不等于欠呢。我读书没收入个，我所有费用侪是屋里向寄出来。要是我屋里向地户侪这样子来着个，这种地方搿种嘛，我要啥地方来动力去拨我用呢？你第二个1块钿打了去，第二个我也没办法，身体一不。乐听我搿2句闲话，一个人在跌落屋里，这个忙我虎一人，从心里嚷出来，可虚伪的发抖。哎呀，于兄子啊，我一想觉得来当都也是2样，大地方大屋里读书个大学生，切么是懂道理，而且呢一向是蛮善良。所以我今朝走对俘虏，为了举上门来，你不懂的可以讲，不应该当我这样说。搿1块的俘虏是我懦夫了。那么了，实对，立起身来，拿着铺袋里拿起来，往正肩胛上一摆，搿1块的往正凳子上一放。
是，你有你的难处，那就算了。谢谢，谢谢了。过来，我们开开门里，一里啊，人忙着风雪当中吃。吃了这个档口，房东他玩了一声：“于先生，弄电话。”于勇听见自家有电话打一声啊，马上到外头去。边浪向个领导人看得了眼特子呀！哎呀，难道我眼睛蒙着的是于勇是啊？我记着今朝不认得里子哇！还是于情于喜，非得对白玉哈，你对这种穷人还赋予一颗怜悯之心。我记得没清爽，那个亚庄海滩边浪下，我看见一个渔家妇女手里向把这个线路作业，这个线路收得来，累得哭个起来人不？我看得来一阵激动，水声在袋袋里向，但是我身子进去摸不出来，因为我身负纷纷。边浪下全是渔用人，还不允许摸出一张粗光全新的5块头，塞到渔家妇女的手里向。那么一个素不相识、一无瓜葛的渔家妇女，你上去慷慨交纳5块，那么何况你屋里向个老的哟，为了谁呢？谁大不真相令，老的头去他最对fol路家家们的哈风不地理细心冷一冷雨冷冰冰否心否意才动身你谁破着两个身哎呀这一下我翻眼呐家家楼宇瓦，家配一语深，风雨不出归不得，这是今以为牙村家中才两个，拉上来生我几次是王位神，那御用人负心，我不能不顾。想大概的哈拉周身进来房，抽屉里向拿出10块洋钿，拿着一张纸对打外盖，蒸笼里向拿着几张毛的，摆一摆哈，一路奔，一路浪海。三大宝，慢走啊！那是好妇。
莫得忙着门前吧。听见有的有人喊，要紧来定身体。我记在后头忙着里大里里想一放。三大伯，您打张钞票回家吧。石块阿弟忙着里水里想一声。不，这钱我不能要啊。三大伯，你放心吧，这钱是我的呀，您就拿着吧啊。丁老子林大人口子一些对待起来，对上头妈妈，我阿拉里做梦。而世界上会有十干好的好人啊！林老师啊，您真是个好人呐、您给了我这10块钱，是救了咱们一家人呐、我们一家人对您可高。三大伯，快起来吧，别这样，把钱放好了。好，我收成好了，我还你。别放在心上。您火车站认识吗？我可以打听。哦哟，打听门禁是为啥子喂？俺们帮里监制部黄班车，车底负塌，屋里手上车子，看见车轮启动，这一个位看不见，俺们带人围进来。里向御用那个篝火是抽上抽落，要你才看下来。那外头听电话，回到房间里，必须都搬进过来到两家的身边，听见领导这样讲，你都同意看好哈。分得到我同意，不同意不了。篝火一样，现在看见你围进来，我不是。您起来。去了。娘不离同意。给了。不离计划。10块。10块啊！是啊。一下子就不娘10块啊！你真大方。你不在动力，不晓得动力的难处，不一下子就10块。这个动力是我的，你弄我动力去做哪个行业？这个啥个意思呢？林大人简直不像是自个2张耳朵子呀！还是个2句闲话，出自那御用人之口呀！哎呀，御用人，你等我提出要9个辰光，我随得来说，我不工作，不职业，不收入的，我不愿意吃那个用那个。你当时等我哪说？哎呀，既是夫妻嘛，好分辈子呢。那个就是我的，我的就是那个，那么那个就是我的呀。我真正我用子那10块啊，得带我搿张面孔啊！而且我不是还用他的，我不能屋里像个老弟哟，曾经鞠躬那新人的老恩公啊！是这个林大人，爱到里像后母子爱里。好，这10块钱算我是问你借的，我会还你的。不就是来往这里向一嘴的破蛋上浪多让这个哭。林大人一哭，御用的对那子里一请。哎呀，我哪对你10张面孔给你？10块的说这对你3张面孔呢？我对你3张面孔，你别对我有疙瘩有气个。夫妻之间跟人会有味道的啦，一有裂痕不得了。那么啦，我今朝想尽办法要弥补这个裂痕，但是今朝辰光来不及着，我就有机会让你弥补，使得个当加一头了。谢谢大家。陈云同志啊，曾经多次去杭州，在杭州呢，他就像是一个普通的听课一样，在书场里边听书，并且对杭州的这个评弹演出情况啊，非常的关心。他曾经多次听过浙江省曲艺团王柏音、高美龄合说的《白蛇》，最喜欢听的就是许仙投书当中的王永昌吃馄饨。这个当中还有这么一个笑话啊，这个当年陈云同志在杭州啊，陪同他的同志就问他，说是您想听什么书啊？这个陈云同志呢就反问他，那你说呢？陪同同志说呀，总不见得还是听那个吃馄饨啊。那个陈云同志说，未尝不可。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83岁高龄的王柏音老人，他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将和他的徒孙黄振华合说一段原汁原味的吃馄饨。我们掌声欢迎。
那么今朝你是一位吃文人，谁是白肉肉里向的许仙头师？这个一位是神韵老师长非常欢喜听。我大哥没领了，谁是这个一位是啊？为了水长要演出过5次。那么人女老师长蛮风气的，你要听个为师啊，你不还许仙头师的，谁还吃文人的？所以你以后嘛，谁弄为师，索性谁家吃文人。现在是倾听吃文人。书记南岸龙岗，预备要来的叫大圣堂，老板名字叫王永昌，今年56岁，和这个姥姥是个厉害角色，老几句话。山东里的门开了，50岁，上海人当我门开比较特征啊。那么你家对动力谁了？你我只挖看你的谁想得出，而且嘛吝啬得不得了。一个动力啊，可得像我白这样得不得了，但后期嘛可不，所以大家在这里下面了可贴起看的。虽然最近对你生意不大好嘛，姥姥心上做。现在一口子说了听朗向，姥姥做你的。要句句归牛不如一，执尽不出为第一。一地市民送故事嘛，2个动力无我一。哈哈哈哈哈！我王永昌今年56岁，婆媳婆婆的真正么从事行业的才开发的，这个一把年纪分为了鬼神浪向。似乎美中不足，近来地理生意一路起让，是为世上第2浪荡，真叫欺君容易得一将在内举呀！看上去用了个不好火气，还要谁是谁老多给？来地理生意不能才挂火气不好，不挂自家台面个推可不可？那么现在让想一再还没上拿回去，我可不原本对谁上来，那么对的生意可以起实的。哎，正那个节辰光，上里你知道一封信，这封信是杭州老兄啊，为这许谁送的来的。有劲拆开来一口嘛，信上像清清爽爽。老兄说。你个爱徒许谁啊？该抢饭的事体上，书记们要我想办法，拿许谁包一包出来，谁用当面谁啊？哈哈哈哈！你姥姥想那有种巧事体，我本来是那里想呀，上来我去弄个包，原本的先上来。现在老兄关正我许谁包一包出来嘛，真是困难得针对来的。许谁谁要被应用做生意好事啊！我努力包出来以后嘛，最好帮我店里做生意，送我一臂之力，根本最好不语。所以要进到许谁清单里向几个里，生气说定阿去送过所嘛，也配得配得。哦哟，老爷啊！苏大人，大内上月份口记载。是啊。那么不是说说嘛了。我了杭州看见那辰光，来回把那水里下来，大年份看见每顿娘小伙子一表人才啊！是咁多老娘靠我那里个手看见之内容，不只要靠我的哪的嘞，都是杭州大有为的栽培。啥说呢？他在世界本来所当为儿了。那么家兄新年此话说已经看过在啊，说个室内了西湖当中白相相碰着2个女人，哎，到底哪桩事体啊？讲的不了，此话说个听听。苏大人不以西为门，待小日告禀。哦，对呀，请讲，请讲。许西下是要讲的不来听听。李我来请来弄我搬出来个呀，这后面有寡人，2只口你们牛掰，非好人啊！那
已在钢琴上面让你定心。寿大人，用兵。请讲，请讲，请讲。清明三亩地的马，身边先后去问杀，骗我愚蠢否然话，一人观风就成杀。三日天将晴本雨，晴本大雨。这个杀伤力的落起神女来着。是啊，这个得没杀心。苏大人，这场雨嘛，都下得奇怪得很呐。落雨奇怪。是啊，哪奇怪？为落下了半季后雨下。这个落雨用心火花落来。是啊，这倒是奇怪的，要么天上当飞子忙住了还在啊，那么雨水来哪？我是美醉就归家子，那下后边来了两家哇，来两个女人。是啊，那么你都来做啥呢？他是的轻盈方的动漫主头，我是恻隐之心必原谅他。这个里头也想得到比喻。是啊，那么你们看里头女人之辈谁要叫领顶不大便当嘛，谁答应打一打。是啊，良心好个，良心好个。那么雨水来哪？我们在收场之中代代世世，那些雨来了一个人大大的狂风，把巨柱吹到千步门外。这个也是一人风，拿着手指到是千步门前。是啊，这倒一奇怪怪，哈哈哈。那么雨水来哪？我是金玉山宋家娃，后送他们这位家，都蒙他雷我须万用的杀。稍微有失望了呀。是啊，但是不要说的话，被这个大人搞啊。他是吃罪忠贞起敬，是为忠贞起敬。是啊，那么来那个来么主要是一点龙不动词哦。那时还为起敬下讲我的口中那个谁后几个呢？这个嘛，懂得，大量为谁家长面孔别个是那个。苏大人是哪里话来？这位小姐嘛，那哈，体态苗条，他们是花。他是非人就归家子，多虚空万偶你哇，口里他摸鱼的浮鱼马，只有一个没想背叛他，狗儿女将终身托付
杂，终身相同啊！说谁是的啦？是啊，哦，当为神亲的呀，当家神亲是啊，夸啥个夸啥个，根本谁来拿你？后来哎，到来着，神我两个无应有吧，将我走了王郎好神家。不得两只牛八，叫那新子房子们自家开店。是啊，那个种便宜会拿他多少啥个？这话说不中计，从来分忙了，根本有谁来喊？说不完。那句牛报神丈夫，我走的铁树郎当代理呀家，一年都瑞的手最的饭局说不来饮酒杂，吃得此人我该服呀。说能这样，要是搬出搬后，没吃内饭。说得太客气，说得太客气。哎呀，那大子手机忙是谁有这么说的？越是家兄心呢，不家兄心嘛，这么说还应该打上爱心过，还是句说，根本现在对过了啥人活？西江因为那让西江也在里，是啊，要特肥过那西得了。哎呀，这叫苦苦难无呀！这里边要光你家兄失差。应该这点来风气嘛，我老早想办法弄来拔出来的。那么来听清，一股力量要打招数来，哪有这样？等起等我来关照阿西去送个几十礼物，马上就好弄来拔出来。这下都说了，你打一股力量要讲一声，是我王永昌的老一人，老早弄来送啊送子走来的。哦，说个面子哎呀多啊！当然说不大人。定心定心啊！一切人有这话说，这个我也来有啊。说不大人，跟你安吃地形了。地形是分起来。第一周谁来吃地心中内外人还是一上吃够的了啊，结果了是啊，不是俺这管这真的吃够的了，分吃个了，这张面孔看得出分吃个了，分吃了分吃了，这话说分吃的是啊，当然一大截的是手下啊手下，这张面孔看得出分吃个的，呀这个阿西啊，来。阿西一看，哎呀，好个了，60岁年纪只不过要花发了，耍个路的，要紧跟到平门背。哟哇！你耍起鬼呢？谁出来耍个鬼了？叫你来有时间当来商量。你当我商量是三边你当句商量。你现在那俺不好闲话了呢啊！我不当来讲。外头来是头油啊，底下个头后几家许三个。这些都是我不到来娘干嘛是来忙于子？不管我耍。现在我老当来讲呀，你听呀呢。第一次当我该当，我想请你吃顿点心，那没当想口，弄得啥个点心不离去讲现在。哟哇！黑阿西出来就是为这个脏事体。就是这个脏话。你问啊，不你好头的，我当不是啥个大事体嘞。现在你能够带些呢啊？不是俺好不起啊！来，想想啊，弄得啥个点心？高的也便宜点啊，吃么也好吃点，跟拿出来嘛。也等样，你这个也毛儿哈，也毛儿不吃菜。哎呦，现在花的人多了啊！快点想想，弄点啥点心啊？阿西这个年头位置那个来了去不够，一个冬天看得像马背的干等等，可不今朝东涌他那两个的吃起也是好的。哟哇！还两个三细米包，啥个面？三细米，这种花生米不是味。我有我也欢喜吃味的，那么去接两碗，我上去，再吃啦，看上去来等于哪个了还不问，
还是五月上家两位一家，跟你也吃光我个人家你还说过呢啊！我说你个人家是干不进去，吃2碗米就吃得光的。这个不是干，吃2碗米是吃不光的，你不比天后什么呀？这那个吃了呀！呸！对这里怎么吃香啊？将他公仔子把五斤的别的分进去啊！要别喊你混啊！这个那三千块，弄的啥地形不？那么几天做2次好苦啊？好苦啊，非常待米的呀！有啊！行开的新开杯稳定的，稳定单没是一个，而且接的稳定吧？稳定啊！稳定单不是啊？搞的也对了。比你啥个样？我个们，不的是啥？唬你们，切过的是啥？这的唬您这吧。是呀，真正有我们也个那瓜子啊！我有我用动的呼吸用了都去了，都被人肮脏嘛咪，这稳定于彼此的呀。那个那里向说，你晓得后年的肉个你，面子不走家里面走他个。我你是这他妈媳妇临本子了哦。我那后年瞧起的马上人爹哈。啥意思呀4年都没得。写出来也容易不规矩。别喊你换，这等肉个孩子。那么这个2天子。你想吃什么啊？2。你想起唬你？不偏之为中50张错不多。50怎么不进大个呀？地心呀，地几个是1切中位。不可以看，你这个真的，个性。你写出来，我不去哪吃也哪张地上来了，50张错不多的啊，50张。有什么？那马西起码稳定起。送的马稳到现在2样，现在讲其中的1万个，从这台讲扎头一个。那50张没啥汤路，100张没汤路土地，为了咱们自家屋里头整个，一些功夫稳定来着。我操才是身体受听嘛，来让口。一口50张稳定拿出来，没等也不太对。于是也没错。面上像蜡黄，一人带皮，没好。再一想个稳定地的老板不抓规矩，别讲么讲50张，这里最是送出来的。那么这2人讲50张，稳定么是送着冲着中得可以还是了？最好么吃个辰光来手里的手。那么呢，1个人吃还是那2人吃20分啊？说来有啦，从那吃辰光让我数一数，不然我会吃到了个啦。不是张不是，老1周年头没有的，2里3吃，口里吃几张，那么我再高上去嘛，实际不会得错子。这个2里3吃。这个来啦！苏大人，来，请你来。谁的大4岁呀？太热了呀！抽地心的记下来，请。苏大人请。来请。苏大人先请。我先吃在龙江头。啊？说，来请。徐先生，别客气，吃吧。菜拿起来一菜3张，像随着干吃不大好意思，敷1两三。啊，苏东大人，来啦！你的水家么扣在里边？这个3张，心得没黑的，一抽就3张。这稳的么一张上米的呀！你一来现在3张嘛，我们看2张，这样那么更杂了。这一回来好几天，不是也是我挺上的，对的。更杂，是个人来讲吧？是俺们店里到我里面这个便当店呀。来，对，对。对。味道都不错，一菜4张。啊，苏大人，来一张。手叮写着在里边，就沈某大人可以请进哎。这个4张。哟，那时俺高上去我他一次，我也不吃家子了。那么那时咱们我这还一张子，我不都弄个力气，谁一张吧。用不到这个，
年纪都你弄的吧？我得先当那注意吧。哎，来，这，哦哟，一时，哎，这，文人们西子弟，许些土地嘛我子弟，一拆5张。啊，苏某大人，哎，来一个。苏某大人今年几岁了啊？这个，要西夸这5张呀，这不才能个动人的龙不动，这文人都吃起来去。这来做你的那样，我不抓5张，我把5张50他不给到呀子了，这个也帮上面了呀。像那5张嘛。那么我就看汤吃都他们拿最少吃地子，那么来了，本来让当来服役，门是莫大人今年几岁，当然是问的嘛，是问他的。这个宋啊，宋某大人只有15岁啊！不，到底几岁？50，对，哎呦，这个人啊，不理解的话。比如来了像文人的这样也是，副首长不是做起，从这么1年，那么娘刚刚收到30，许谁到有了老门子，苏大人有几位公了？30张啊，刚扎对了，一口一样。不，一个男个2，一个公中3个可以中，对，哎呦，不得说得结婚不什么。做你的婚礼让你再说起在爱来呀，文人也懒得在啊，当然吃个子登堂排队吧，对，那么都去想，这个文人求家为他长肉了，那么一路顺风嘛，是他文人求，收来嘛一扎不是，非得文人不是为多2张鼻子出来的，我来了无心经这边要他做个文人求嘛。那你也要去，因为时间关系，这样做今天我讲。